台南市开源甲大公国小对去年开始争取跑道的改建，但因为争取伤侪建设，开源国小伫咧做便所改建，大公国小则同时处理校舍甲便所，因为两间学校的空间无大，倒厝时间恐惊会影响到学生活动的空间，因此将跑道的改建延到今年。对此，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怡珍14号下午邀请中央体育署甲地方体育局来会勘，希望争取上大的补助额度。今仔特别邀请咱体育署甲咱体育局做伙来，咱开源国小甲大公国小来看整个 PU 跑道的一个改建。像我们其实应该都有默契啦，因为本来是去年要做的那延后到今年，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些最后的一块拼图因为大光跟开源都是这个我们比较历史悠久的学校，所以历史悠久学校，如果我们可以利用不同的这个建设资源、教育资源，让它变成焕然一新，我相信足侪家长都有信心会当个囡仔留伫家来读册，然后那也确实，开源国小跟大光国小在这几年来，真的班级数都在增加，所以我们一起加油。我们希望让我们学生的活动空间更好。预算的部分，体育署会全力来支持，然后那他们会以最高的，就是因为都有一个比例，就是体育署有一个全国性的一个标准，就是最高可以补助的额度。那其他因为这是计划型，再拜托我们陈怡珍议员在体育局的部分再来协助。那也期待说经费尽速的到位，那我们会争取地方经费的配合，那也希望加速的改造完成让孩子有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一个运动跟活动的环境那当然，开源国小的部分旁边正好是我们这个铁路地下化的工程那未来会连接我们整个绿色的廊道那也谢谢学校的提醒那未来我们会邀集不管是学校附近的开源国小、成功国中，还有附近的包括长胜里等等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看怎么样规划能够对地方有更好的发展，也能够让孩子们的进出能够更加安全我们会一起来努力。其中开源国小的部分，因为是红土的跑道，容易发草，加上排水孔去互土塌掉的，地面的软垫嘛容易来硬化，因此希望改建为 PU 跑道。离大公国小的跑道，则是 PP 材质，时间一久，接缝处就容易来掀开，就算校方用疏理孔来粘嘛无效，加上跑道甲内外各有关系差，校方希望改建时会用一并来处理。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